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讲办道说办道，我相信讲真侪观众朋友若讲到办道，一定拢会想到迄条三匹英台内底安东哥买菜。这本来歌戏内底一站头，毋过经过名作词家叶俊麟含老合作，这位民谣的歌王互相研究，所写作《安东哥买菜》这条流行歌大事件。毋过因为这条歌大迄度，老合作嘛招叶俊麟老师继续研究哦，继续研究第二波。或者安东哥办酒菜，郭正今日有哪种歌词，捡几句啊出来，含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听，嘛做伙来评一下讲台湾办道传统的料理内底有啥物出头？见面歌词讲安东啊心内阁有主意，头出料理炖鱼翅，看日头也未落山去，菜头菜骹下落去滚，滚互伊烂糊糊，无喙齿嘛毋免剥，刷落去拌煎咯，金煎饼红尾虾。卜肉菜丸红烧鸡，安东糕仔螺罐头规大堆，拢总甲摕起来开。你都听到讲金煎饼，听到红尾虾，听到卜肉菜丸红烧鸡。实在讲，这个歌词吼，原来惊人写，因为老福祖老师伊亲身捌甲我讲过，讲伊深开始出社会，跟苦少伫咧学唱歌，尾啊有伫咧台语电影的幕后。唱真侪主题歌，迄拢幕后代唱，本人拢还未大出名咧。就是一再研究，搁再研究，研究甲五良唱片体出版即个《安东哥买菜》，伊才大轰动。毋则会讲，伊对安东哥即条歌特别有感情。到即马民谣歌王老福祖咧登台嘛，定咧唱即条。毋则叶俊麟老师互相搁甲伊研究，唱一个第二波或者安东哥办酒菜，讲真侪真正台湾传统的料理出来。搁来，咱搁来听歌词。歌词内底讲，人客要请爱水开，毋通来闹开。酒菜办到黄昏后，看人客也未打骹到，安东心头阁乱糟糟。人客也未来阮兜，先想拢无，踮在灶骹啉浪鹅。忽然听一声，心头阁着一惊，原来人客兄来到遮。喂，二手的咱爱拼，毋通惊，爱拼名声。安东糕仔螺四色冷盘放出去请，刷落去爱用饼，红鸡汤头搁试咸正，刷落去水鸡来牵羹，猪肚滚莲子，鲜鱼炒姜丝，五柳鸡红烧鱼，最后一碗搁万请时，甜汤放出去。实在讲，毋是干那办道啦，各行各业拢共款，真正讲兄弟朋友中间爱互相勉励，家己兄弟咱爱拼。毋通惊，爱拼名声。只要讲你若认真拼，相信天地对咱有公平、有保守，一定互咱行出家己的一条路。